台中一位杀人的事件，当时勇敢甲野刀的嫌犯来抵抗的这位英雄马伟哥，经过10天的治疗，早起伊是雕工撇开着媒体，假掉出院了。不过伊伫个病房有先录一段影片，伊讲这个空喙恢复了袂歹。针对整个的事件，目前并无伤济的想法。伊真感谢各界的关心。 这是台中捷运的英雄出院进前上新的详细相片，伊面有真长的鳍，下海所在毛大美容加大，看起来精神袂歹。伊嘛家己录一段影片，感谢各界关心。首先谢谢各位大众还有媒体对这件事情的关心。然后就是我这段期间在林心医院这边其实过得都很好，伤口也恢复得很不错。 伊出院的时真低调，闪开媒体镜头。伊讲呢，伊的个性就是安尼，一般拢是用拍字甲人咧沟通，连电话都喊咧讲。记者问讲，伊什么时阵会当出院了接受访问？伊感觉是互人围起来共款，真紧张。想说大家在外面等得很辛苦，所以我想说，多少发个讯息让大家知道，就是我现在。 还不错，对这件事情我也没有太多的想法。台中捷运杀人事件，伊勇敢抵抗嫌犯，受伤送去病院了。大家看到伊面将近10公分，下海将近6公分的刀伤，才知影讲伊当时伤了才严重。出院的前一天，伊伫 IG 写文章讲，朋友送来规大鸭麦甜裤仔棒，回讲这个若食煞，今日就毋免去比赛啊。真明显，已经将伊的注意力放伫伊上界介意的健力运动，对着未来嘛已经做好冲刺的准备啊。 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